咱台中啊，讲各位报告讲啊，咱而家太多群吼，咱南部不是对个太多群，请群啊做专攻热收，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请法子，但是专攻热收。那么因这门的这个请群叫做好天万地，好天万地，那么请群就是基本的功夫里来的啦，你这个群啊请会出来，就表示讲你这门的功夫啊有一定的水准啦，比如讲，咱这个五刀群，泉州五刀群，因咧叫做六步头，厦门五刀群叫做八步头，那么真正等下咱看这个黄王燕老师今年这个春秋另外一种请法，不同款的请法，所以这个请群的学问真多，哇！来，葛冰山杨天杰老师来，这个的话呢，这个因为这个英春黄龙镇黄校长边辉探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来，校长边辉探。